从遇见你啊，就没好事儿。第一次见你，我前男友劈腿了，然后我把包丢在了你那儿。后来见到他跟那女的求婚，现在又被锁在了这天台上。我也没好到哪里去。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本来是跟朋友开开心心去唱歌，没想到被你莫名其妙抽了一巴掌。后来你到诊所拿包的时候，我还被居民缠到，还差点失声呢。还有商场那一次，你要我穿超人装，还抱着一个充气娃娃。现在还很倒霉的被锁在这里。估计咱俩八字犯冲，这老是能凑在一起，躲也躲不掉。这是命吧？哎，你为什么当时不听你爸的，非要做心理医生啊？兴趣吧。我不喜欢我父亲的生活方式。有什么不好的？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不用担心下个月的房租，也不用出去找工作。唯一要做的就是想着每天怎么享受生活。你不懂，那不会快乐的。你知道吗？你这就是矫情。像你这种生下来要什么就有什么的人才会这么说。要是什么都没有，你试试。我估计现在心理诊所的房租还是你爸给你交的吧？你想要的生活，不都还基于你爸给你的一切？这张公交卡是我17岁那年办的，到现在已经用了10年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没有用过它1毛钱。我出国念书，用的是全额奖学金。我的生活费靠的是我晚上教汉语得来的。心理诊所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新的行业，起初真的很困难。我还记得当时诊所缺钱，我向我身边的朋友借了1轮，唯独没有向我父亲开口。不是亲爹吧？是亲爹。那你干嘛要这么为难自己啊？难道你想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复制品？还是你想像棋子一样，被人安排走着未来的每一步？因为我不欠他，所以我不需要为他做什么。我不需要为了他的事业去娶谁家的千金。我更不需要像他一样，做任何事情都以钱为出发点。我真的不希望我只是一个商品，随他开价，任他摆布。哎，有酒哎！哎呀，给。之前可讨厌你了，觉得你就是那种纨绔子弟，打着自己是心理医生的旗号，各种炫富泡妞。没想到你是这样。那你觉得我现在是什么样子？不知道，反正没有以前那么讨厌了。哎，你不是心理医生吗？你分析分析我的性格是什么样的？你真的想听？其实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看透你了。你的外表穿着一层又一层的盔甲，貌似坚不可摧，其实内心比任何一个人都脆弱。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好傻，明明这么脆弱，却又爱逞强，常常把自己搞得伤痕累累的。你干嘛一直看着我？我说错了吗？你是第一个说我脆弱的男人。那有礼物吗？那我为了反驳你这句话，我得跟你干了。好，干了。想念汇成一条河，
不敢说我脆弱？哎，你会在这里喝酒，就表示你不脆弱。没错啊，能喝的人把所有的烦恼都用酒化解了，所以最坚强。哎，你有没有什么烦恼啊？跟我说说。我来当你的心理导师嘛，跟我讲一讲。你们几个居然丢下我不管，实在太没人性了。白白姐，你不是去约会去了吗？约什么会？我在顶楼上被锁了一晚上，花钱都是你搞的鬼。那不就是说你跟孟青南两个人孤男寡女、干柴烈火的在屋顶上待了一夜？别胡说八道，烦人！喂，嗨，姐，是我。你最近还好吗？挺好的，怎么了？是这样讲，我有个事情想你帮个忙。说，什么事儿？我马上要举行婚礼了。婚礼那天，